那铺子单边，那还得哪困难搿块地方？哦，海绵搿块海绵地来个，哪单子也是个。房子又蛮正，一只床基本上装好，实际上当中呢一个物事反得泡啥个用上，气垫冲开着。困清爽啊！擦树，再擦台这个物事也把你垫得上。哎，你那个脚不行的。来这里擦树的呢，搿地上哪三个家？谁说呢？我讲这他衣裳被脱，快来阿昂，放一个，雨天。怎么做我被做帮啊我？哪一个也困啊？别困干！要那困开了，我们的眼睛是张开来呢。张不开。哎，那么灵着，但是相当于受了烫衣人家还是擦水，那个挖它一块也蛮够个，还要弄那个人的。哦，一只多煤气在，总算擦脱着。哈，来了呀，你还毛到了搞一张么子看呢？在那烂脱着，打下来着。所以现在后场生活还低的。再不完是饭再吃啥个着？来了呀，你也毛那个猪肉丸，哈哈。还有一个拿红的口呢，不正常，是不正常？正常不正常？你只有给卖家联系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安装。比刚才好得多了。对呀。哎，那么你这3个几日天回来么？你再打电话。关脱吧，关脱吧。来了，伊拉心痛2个煤气菜。是是，你都是。马路上去等个康嘛啊！别人说你不等，来哈讲。男子糊涂脱菜。要起来啥子？他说了，等看。来面你过不来呢？啊，这不容易啊！你那现在那立起来。你们弄过。现在那就是想喂么子了，你看呢？哎呀，吃肉。有个。也吃肉呀。我看是买下来话了，来讲的最不动了啥个嘞？你不看见跌跟头弄好了，还有啥天天也跌跟头了？我看种洋菜到下头去堆秋子。切，你不是也来你吃的？来套套个油麻菜。花牛。地胖汤蛋饭。啊汤。一点么子侪吃下去是不一定嘞，我估计我带90不成问题。为活得90了，还把你做啥子人？为海了为。你不是夜里向没困个？你夜里起来到刘知道呢？有辰光睡了。你起来了还不起来？你来起来过？根本哪家里弄不弄呀？根本哪吃得3日当时就哪个办法再好？我听讲现在啊，再实用也是伤动力。因为有讲他些困外海困眼，懂了，生活到底是可以的，对。我讲困了棺材里的，吃起来快个。哎，实用旺盛得不得了啊！红包头穿，白白胖胖。啊吃。那么你也问题呢？烧钱弄个你也不是老脱呢？那路还不弄嘞？你说你重庆叫我当你神经病？有人我一边拿饭，饭吃饭子开心得不得了啊！啊，认得我？对的。啊，认得个认得个，说不定妹妹就亲生着呢。啊，为个？啊。那么我啥人呀？有人。昨日喊我你是儿子。当务之急，那哈教训都要里向出了上浪个问题。你等死呀！你是办理事呀，办理哪事？而且呢，你送单好了以后嘛，你也不爱去，我也不爱去。动力我可以出。用个人说叫夜里向起来。没有，结果还是死呀。用个人办拿困觉，夜里向头发还用难啊？我难用不起啊。那还你夜里不出到上浪？一天不把你吃素。那么也是脱的。来了，马上要当这个阿公东京好药材。不能倒好，不是散好，倒好嘛，我想我来你来把你弄死脱的。来阿蛋。一点洞侪是平常辰光随之龌龊水冲马桶的。来了阿蛋。那个蛋有蛋，那个说有说，因为那是蛋伊。一只脚是一搬起来的。我来一个边浪。啊，你幸福还海噶？当然呗。咁么阿达里有呀搿家？有个。这个你还做好事了啦。